这是今天傍晚收到的袁生的来信，他给我也来了一封，看这个日子应该是5、6天前了。他说确信他弟弟已经被舅母勾连县官给卖了。本不该这么晚打扰王相，但兹事体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几个月前的考绩，这位县令还得了最高的考评，并且被几位大臣推荐入京。如果信中梁元生所说的都能找到证据，那么，我想考绩过程中有无贪赃受贿、结党排挤，应当严查。韩司令的意思是，下官建议封存此县令考绩过程中所有文件。若该县提点刑狱官查实梁元生所说为真，便当严查负责考核此县官业绩的所有官员，是失察还是受贿。臣请求廷议聊城县令与民妇通奸、侵占民财、贪赃枉法一案。一县令贪赃枉法，有司勘查核实了，若罪证确凿，该罢官或该入刑，照律法来就是，不必在此廷议了吧？陛下，一县令贪赃枉法，确实不必在此廷议。然而，这位县令却是在最近一次考绩中评为优等，被上司和3位朝臣推荐升职。若非此事被一小民不管不顾地爆出，上诉鸣冤，这位县令不日便要入京任职了。那便议吧。前朝那些大臣，不知道又要觐见什么要事。天都快黑了，官家还在吹宫殿。你说要觐见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这人啊，真是个木头。方才韩四见指证县令贪赃枉法，证据俱在。又指证县令的上司及3名举荐他的官员捏造证据，隐瞒过错，这也都有实证。然而，诸位在这大殿之上，陛下面前，公开指责吕某一手操控官员升迁贬黜，请问？你们可有吕某中饱私囊、收受贿赂的证据呢？若有，吕某甘愿受责罚；若没有，你们就是污蔑宰臣。我们没有吕相收受贿赂的实证。但是，这些有确凿的贪赃枉法证据的官员，是否皆是吕相重用的属下？吕某身为宰相，事务繁忙，不能事无巨细，处处明察。吕相或许当真没有收受属下的金银财物。但若非平日偏颇狭隘、贬黜打击清官能臣，只重用拉帮结派、任用私人的官员，那谋财通奸的县令，又何至于成为考绩优等的好官？主政首相如此渎职，比收财物祸害更大。可惊可怖，其行当诛。
你这番话一出，吕夷简无可反驳，这一决言之成理。虽念在吕夷简数年来有大功于朝廷，且无受贿实据，仍旧下了降罪的诏书。然而诏书昨日才下，你今日便来向朕请罪，自求与吕夷简同贬出京。你是觉得之前对吕夷简的指示错了，于是朕该收回成命？臣的指示出自肺腑，官家的决定即是英明。那你是觉得朕给吕夷简定的罪不够，对朕不满？臣绝非不满。臣请罪，只因臣确实有错。哼，他的罪你说得清清楚楚了，你如今来向朕请罪，你倒是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能错到与你口中齐心当初的吕夷简同贬出京了？此案从聊城到开封闹得如此沸沸扬扬，又牵涉了不少官员。民间流行的小报还有各种夸张了的故事，若传出去，孩子是入了宫。虽说负责甄童子入宫的邓府督知绝不至于强迫孩童，但未能明察，传开来，便仿佛是皇家强抢民间男童一般。韩四见放心，这孩子早在当初因犯忌受罚时，我便问过他，外边可有亲人？我替他改名字，可否觉得有愧先祖？他说，自从进了宫门，便没有了父祖兄弟。前几日我还问过他，梁元生这个人，他可认识？他回答说，怀吉并没听过。那些负责考级的官员，皆是吕夷简一手提拔。他们敢于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，正是吕夷简操控朝政、打压范仲淹等忠直贤良之臣所致。即便他未受一文贿赂，但身为首相，亦是渎职。而臣乃是副相，且自明道初年，便与吕夷简同居中书，共理政事。他既是渎职，臣怎会无咎？自明道2年，范仲淹被贬黜出京起，朝中政见之争，由涉及弹劾或维护吕夷简者，便总被归为朋党之争。小仙，你为官数年，始终以忠正君子自居，至此是不愿担这份党争得利的嫌疑吧？亲本无过，不当罪。但既如此自律自省，倒是给朝中重臣立了个为官的榜样。钦便议左仆射、资政殿大学士出判运州吧。智贵，智贵，你可知袁生叛了充军？我正在写札子替他。我知道，意料之中。意料之中？他虽私扣朝廷命官，煽动乡人围观，触发了大宋律律，但他舅母与县令谋财私通，更贩卖他亲弟在先。他持舅舅手书、母亲书信去讨说法，无端挨了40棍，被驱赶在后，连官家都感叹，是官员破门至此啊！是情有可原，所以才免了他杖刑刺青，该属他的财产判还，且充军不过2年。可是，绝不可彻底免罪。其一，律例不可虚设；其二，若是对他没有丝毫责罚，
那岂不是朝廷公然允许贩夫走卒可以以暴申冤，用不法手段挟持朝廷官员？国法纲纪何在？来，起来了，走了，上路了。这是镇荣军的校官呐，这么着急，不是边境上西夏人来扰边了吧？嘿，小儿可别信口胡说，我们正是要冲到镇荣军，本是冲个几天军，熬过去就回家的罪责，打起来，我可没犯上掉脑袋的罪。命丢了，难道家里还有人惦记你啊？要能博出一番功名，倒是便宜了。官家，赏脸尝一盅。咱们御厨房知道官家一向不喜铺张，从不敢造次熏什么稀罕物。这是彰化刘后之子春猎回来特地送的。他特说，官家喜欢吃鹿肉。世勇小时候在宫里养过几年，他与我一般大。小时候，大娘娘让他叫我黄爷爷，哼，他哇的大哭，很是委屈。后来，他调皮捣蛋，不善读书，我替他写了不少文章，倒是一口一个黄爷爷，叫得心甘情愿了。这个陆府没有皇后亲手做的好吃。你去趟坤宁殿，问问皇后娘的墨药还有没有。世勇送来鹿肉，坤宁殿可会有私制的鹿肉脯啊？是。哎，明天先是童子队的跳魁星，然后才是咱们的佳人节牡丹。坐坐坐。明天是私宴，那我们就是在官家娘娘跟前跳。这次啊，准能见到官家，还有各位宗师的模样。我想想啊，我们入宫2年，都没有见过官家长什么样子啊。我倒是前年远远的瞧见过，听说长得好看着呢，就像画里的人。真的啊？碧寒跳得最好，人又美，还这么刻苦，难怪贾教习啊偏心他，年纪最小，却总让他领舞。刻苦啊！我看是想投机取巧，一步登天呢。有些人呐，是想要飞上枝头，都想得魔怔了。为了凑到官家跟前儿去诱惑，竟然编谎话说见过。可惜呀，官家说不认得。如此，竟还有脸在官家眼前出现，真是不知道丢人。怎么，我又没有说谎话？我没有编故事撒谎。娘娘说酒还有4坛，都让臣带过来了。若官家还想要，
让官家随时吩咐。陆若府娘娘没有做，若官家喜欢坤宁殿从前做过的味道，娘娘已经让人把做法和方子都抄写了，送到了御厨房。官家，这酒还够吗？够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苗慧柔都满100日了，你也有近100日没入福宁殿了，这是要戴罪到何日啊？我没有编故事撒谎，我没有编故事撒谎。我听见了，我没有编故事撒谎。行了，我听见了，赶紧回屋歇着去吧。知道了。教习如果不信我，尽管把我打一顿，赶出宫去，碧寒毫无怨言，永远记得教习这么多年对碧寒的恩德。我的小姑奶奶，只有你俩能跳花心，你把他烫得满脸水泡，我就算想要打你一顿，把你赶出去，也得等过了明儿，等公主100日宫宴献舞之后。让我看看，还好只是擦破了皮。把我这瓶冰激膏拿回去敷上，明儿可千万别肿起来啊！我不跳了。你说什么？明日宴会，我不跳舞了。他不认我，那我也不要再见他。你这是着什么魔了你啊？你给我再说一遍。他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可以随便叫的吗？还真是计较上了。没出息的家伙！教习最知道我。碧寒不算乖巧，但是从来不说谎。我自愿进到教坊，就是为了有天能进宫，有机会再见到那个小时候让我难以忘掉的人。以前不知道他是谁，现在终于见到了，他却忘了我。那我以后也不要再见他了。你疯了是不是？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问你话呢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啊？教习，官家那件披衣现在还在我的房里，还烦请你带回给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发现你真是不知好歹，那是官家给你亲自披的衣服。这官家确实对你甚好。若说是人善正义，那也不至于这大冷天的在外头听你啰嗦半个多时辰。你这样貌舞姿，但愿我没看错你。
慧柔，慧柔，你看中间的娃娃呢，他跳的是28秀中的魁秀，因为咱们选治国人才的科举考试状元，又称魁首，音相同。跳得喜庆活泼，很好。徽柔也开心。环儿，在。去按着跳舞的孩子们，每人赏一枚装着大钱的绣花荷包，1对双糖狮子，1叠子蜜饯。是。我记得有单子送上来，有女弟子的佳人剪牡丹舞，说是今年教坊新排的，怎么没见着呢？啊，回娘娘，会跳花星的有2个姑娘，有一个就在昨晚不小心受伤了，就跳不了了；另一个是平日里被宠坏了，因为在别处受了些委屈，就说不跳舞也不吃饭了，还说不怕被打出去。娘娘，是小人蠢笨失职，没教导好他们，还请娘娘责罚。只不过是内廷私宴，少一个舞蹈，也不至于就责罚了。不过你带着许多10多岁的女孩子，倒该好好教导，让他们懂事明理，温和谦让，这是在宫廷中所有女子须都做到的，哪能些许委屈都受不得呢？是，谨遵娘娘教诲。臣妾记住娘娘教导。你说的那个不懂事、不听话的小姑娘，是前些日在后院里练舞的张碧涵，对吗？是。我带过这么多姑娘。你这模样，这10多年也未见过超过3个。若再算上个性，那真是独一无二，一世无双。教习不是常骂我没规矩，任性张扬，不听话，不懂事。关家自小到大见过的女子，哪个在他面前不是温柔贤淑、懂规矩，一举一动都讲礼数？可是见多了，见惯了，会腻的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管家，想做他的女人？我想做他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。娘娘没歇下吧？官家来了。来了。去把炉子点起来，煮上水，把这茶做上。是。官家，快来。
今儿宴席上这些菜呀，有些腻了，点心也太甜了些，喉头都腻住了。回去饮了2杯和儿那儿讨来的花果茶，清爽了些。想着你也不喜甜腻，给你送了些过来。谢官家关怀。这只有你和我，不用说一句话，便行一次礼，谢一回恩吧。快坐，来，坐好。谢谢官家。官家的心意，臣妾明白。一些茶算不得什么心意吧。其实，和儿调配的茶，你这儿也是有的吧？谢谢官家借着送茶来安抚臣妾。宴席间，臣妾教训教坊教习，须得让女孩子们明事懂礼。官家却突然当众关怀那位任性的姑娘，臣妾当时确实有些惶恐，不知道臣妾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说错了。那皇后觉得是哪儿错了呢？臣妾愚钝。臣妾反复思量之后，并未觉得自己说的做的不合中宫规矩，有违后宫礼仪了。是，皇后一贯大气包容、端庄睿智，怎么会错？那么席间，自然是朕错了。官家是天下之主掌，天下事日理万机，所见所想所做，并非臣妾所能理解的，更遑论去揣测官家为何那样说，为何那样做。官家自有官家的道理，臣妾所能做的，只有谨慎地去遵照祖宗家法、后宫规矩，常省自身，努力尽到中宫本分。若官家还是不满意，那便是臣妾的资质过于愚鲁，只能任由官家责罚处置了。宋官家，这是怎么了？廖子说，这段时间姑娘一直冷着官家，官家有些恼，席间一个任性使气，扫了姑娘的面子，回去心里一直不安。本来打发廖子来送茶，可廖子还没出门，官家说有些时候没去坤宁殿了，便披了衣服一起过来。怎么啦？官家从来仁厚，又对你颇有好感，甚是关心。我们这么冒冒失失的前去求见，我猜，即便他不愿意见你，也不至于责罚。可是世事难料，我们这么冒冒失失，不管是福是祸，我都会感谢教习对我的好。华儿，是我太刻板苛刻了吗？无聊、无趣，让人生惧生厌。姑娘从小就最聪明，学问也最好，
在府里的时候，大人夫人不高兴了，三哥淘气了，姑娘都能哄得好，管得了。像姑娘的四伯这样满朝敬服的大将军，都最喜欢姑娘了。只是姑娘对官家，就总是只讲规矩，不肯服个软。姑娘忘了，咱夫人可从来说不过大人，只要夫人一哭一生气，或者一求大人，大人总能让着夫人，是不是？可爹娘是寻常夫妻，我和官家是君父国母，可那是对别人。娘娘就是官家的妻子。再说了，今儿官家本来就是来哄娘娘的，娘娘怎就不能哄哄官家呢？那你去把我上次临的最满意的那幅字拿来。哦，再拿一坛墨药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回去后，小人便拿着娘娘的教导，训斥了他半个时辰，他也不说话，最后只问官家说了什么。那官家说过的话，小人自是一字都不敢隐瞒，便复述给他。可谁知这小妮子非得求着小人带她见官家，小人是骂也骂了，劝也劝了，可她却像迷了心一般的，非说若是小人不想办法带她见官家，她就自己想办法见。小人知道这妮子的执拗性格，是什么都敢干。若是前人将她撵出宫去吧，官家今日特交代，不可为难她，小人也不敢抗旨，于是只好老着脸皮，苦苦地求着杨副都知传话给官家。若是打扰了官家的公务，小人万死难赎。你有什么非要当面跟朕说？我没有撒谎，我就是见过你。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妮子，官家恕罪，官家恕罪。这我已经知道了。没有人说你撒谎。有，他们说我撒谎，他们说我痴心妄想，飞上枝头。我努力练武，他们说我被官家拒绝了，还笑我痴心妄想，不自量力。我努力跳舞就是为了给官家看，我没有什么别的目的，只是喜欢你而已。姑娘是要请官家点评前些日写的飞白书吗？还带上墨药，这是要以酒助兴，把字写得更飘逸啊。就当是谢师礼。起来，起来说话。你也起来。谢官家。旁人的嘴，都是长在他们自己身上。爱说什么，别说你，便是朕，也没有办法。再说，那个人也已经被你烫伤了，你的气也出了，可为何还是不来宫宴上跳舞啊？我又怎知官家是不是同他们一样的旁人？我巴巴的去跳舞，要是官家在肚里笑话我、看低我呢？你这里面都装着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？好好，怕朕笑你，那为什么又改变主意，
非要逼着贾教习带你来见朕啊？教习回去之后，先替娘娘拿规矩教训了我。我只问官家有没有教训，教习就回答了官家的问话。官家问的，都是怕碧寒受了冤枉。好了好了，现在知道了。朕也没笑话你，没看不起你。冤枉你那个人呢，也已经受伤了。从今以后，就不要再计较生气了。官家，你真的不记得碧寒了吗？官家心里是天下百姓，有那么多事情要管，不像我一个小女子，遇到官家这件事，便是我15年里最值得记住的事了。现在认识了，以后可不会忘记了。真的？君无戏言。那我要给官家跳个舞，免得以后官家想起我来都是哭哭啼啼的模样。我要让官家记得我最好看的样子。去我天上云，能似云长，相随相不打扰官家公务吧？官家倒是没有召见谁，只是那个……官家，碧寒跳得好吗？把踏歌跳成了独舞，也是别有一番味道，不错。臣妾不知道官家竟然有客，进了殿才发现，打扰官家了。皇后来得巧啊！这是今儿徽柔百日宴上没来跳舞的小姑娘，教习带着她来福宁殿请罪。看座。五娘张碧寒见过皇后娘娘。这小妮子，便是宴席上提到的那个不懂事的小丫头。小人无能，没把她教导好，还求皇后娘娘指示教诲。不是官家召他们过来的，是杨副都知直接带人在殿外候着，求见官家。说是小姑娘一直哭，不吃不喝，定要向官家当面请罪。这姑娘很倔强，教习也管不住，又怕闹出大事儿，才求着杨副都知。一直哭，绝时就能见官家的话，别说这福宁殿了。官家可是要将这教方交给臣妾，着重管束整肃，对女孩子们从上至下，一一的亲自教导规矩了。你罪也赔过了，舞我也看过了，回去以后还要好好教导这个小姑娘。是，官家。让皇后亲自管教，却是说笑了。
皇后掌管后宫，岂能事事躬亲？不早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与皇后还有事要讲。是，官家。快走。今日，丹叔，你说。官家，臣妾是不是真的太刻板与循规蹈矩，将这后宫管理得太沉闷？刚才看见这个小姑娘，确实活泼灵动。后宫之中，在官家眼中，自我之下，可能已经与悬丝傀儡无异了。丹叔，我绝无丝毫对你不满。你从18岁起便主理后宫，不久便上下兵符，众阁归心。我虽不理后宫事，却也不是不知不懂。你若胸襟窄一分，才华少一分，只是人云亦云之辈，焉能如此呢？其实丹叔自小并非循规蹈矩闺秀，我知道，善骑射，精剑术，还偷跑去应天府书院听过课，怎能用循规蹈矩来形容呢？丹叔，我何尝不懂，在这进宫之中，官家，娘，臣方才听从娘娘吩咐，分派了人手去各楼阁储存棉丝衣物和书册纸张的库房前去查看，确实有几处起了火。亏娘娘想得周到，侍卫内侍们过去的早，都扑灭了。除各殿各阁，六上局御厨房也要细细查看，有没有误食移位、梁木松动的。是。查对各司有没有人受伤，及时看诊。臣这就去。禀官家娘娘，两位太妃那边除了倒了些架子、碎了瓷器，无人受伤。按娘娘吩咐，臣人将娘娘的凤辇送过去殿前开阔处，请两位太妃年内暂歇。臣亲去过怡凤阁查看公主，苗娘子和奶娘已经抱着公主到阁外了，公主没惊着。衣物和斗篷也都包裹得很严实，不哭不闹的，还冲着臣笑了。慧柔不愧是帝女。娘娘若是没有其他吩咐，臣便去继续巡视各门。嗯。陛下，先帝龙玉上宾。
丁相公、王相公在，请二位将方才先帝口述遗诏一起誊录下来吧。雷都知在，待二位相公誊录好遗诏，开放内东门，请诸位宗室王爷入禁中。是。陛下，方才太史局和司天监遣人到中书，说算师推算，此次地震中心应在京东西路。臣等之前已经派人向各路问讯，得司天监推算后，更加差人快马往京东西路转运使司。待得了确信，臣等即令人去勘明灾情，核定救灾事宜。须当勘测各处河堤有无微小伤损，若有，当及时修复。此时距汛期尚有数月，各河道都监尚未开始查检，然震后常有连绵大雨，若因震损留下隐患，堤崩水泛，岂不是要再让百姓遭一次灾祸？陛下仁厚英明，臣等惶恐惭愧。灾异频发，京东西路地震，继而又是山体滑石、黄河涨水，两府诸公却是一个个唯唯诺诺的，拿不出任何有力举措，灾民未能安置，拨给了赈灾粮食都未到地方，流民四散，侵扰了一线，扩散10亿呀！子美，韩思建、副知院、苏学士，这是近10日来中书批示，请翰林院润色誊录，请官家批示的札子。拿进来吧。你是新分来前省的，似乎从前从没见过。小人是数月前入的宫，学了宫规礼仪，考过试之后，分在了翰林书院做杂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小人姓梁，名怀吉，天圣5年生人，今年11岁。好。怀吉。你过来。今日雨大，这边人手少，你替我抄录几份札子吧。给。是。在那儿就好。先生当真是越来越稳了。进谏点到即止，应对西延如今。臣已是尽知天命之年，历经2朝，如今执掌御史台，身担监察百官之重责，又殊得官家信任，于是一言一行，不但被用来做断事依据，更被用来揣测官家心思好恶，怎敢不谨言慎行？
北院才送来的龙团，今日请先生进来议事，我便特地把茂泽从内洞门召过来。朕总还记得小时候在东宫，外面下着雪，先生一边看着我写字，告诉我哪一笔还欠火候，一边提点茂泽一句如何选炭、煮水、点茶。我以为先生在垂拱殿的大殿之上是宴中生，而在这帷幄之中讲经之处，永远是我的先生，会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不必怕错，不用战战兢兢。臣进谏时，反复思量，确实是因为臣对官家一日更比一日敬畏。朕又不曾因为谁说错了而降罪，更何况先生，先生怕什么？畏是出自于敬。官家如今已是英明睿智的君主，万事自有自己的主张，已不再是一个需要臣保护和指导的孩子了。若臣再以旧时姿态以对，不仅失礼，更不是官家所需要的。先生说的是，自我6岁起，便是先生授我礼记。既为帝师，焉能无礼？好，不怀旧，我们谈正事。先生请用茶。下赵元昊的从父山玉携家眷、珍宝名马至保安军求归附，称元昊将行大逆事，承诺可与河内旧部士卒反元昊。保安军不受，将山玉强行遣回，结果路上便被元昊伏击，山玉身亡。先生如何看？元昊称帝叛宋，怕就在眼前了。我朝应当做好各路应对布置，派出细作探听虚实，加强沿边各军防守，以防扰边。各司亦当详议。若元昊称帝，以何措辞应对？方才先生也看到了军报上的日期。如此大事，快马加鞭报呈梁府之后，先是被丢在角落，同诸般无关紧要的琐碎军报一起压了月余，终于要议了。恰又因京东西路地震，又拖到数日前，终于待王随、陈尧佐批示了。所批示的，便是先生方才所见。梁府执政对内拿不出救灾良策，对外更是没有应对西边巨变的布置。待宋祁、苏舜钦的弹劾札子一上，王随干脆开始称病，日日在中书省煎药。朝廷决策天下大事的中书省，成了老弱疗养、门生探病的别院了。如今的主政，何止是内事救灾不力，外事更是荒唐。赵山玉遭元昊射杀身亡，如此大事，梁府却只批了：自元昊其父德明归顺我朝以来，凡因内讧而奔向我朝者，未尝留之。此次保安军循前例处置，元昊果杀山玉，余射夷颇，仅此几句，再无任何追查布置。他们能有什么远见？你可知，王相公、陈相公一直认定元昊之父德明是真心归附我朝，说赵德明性情仁厚，不好战，与其祖季谦天壤之别。还说德明想必是受我中华礼义教化之功，深晓礼义廉耻。子美啊，你
京东西路的地震，其实中书处置的尚算中规中矩。赈灾安置流民，亦是寻救之，并无故意拖延，亦无从中贪贿。至于应对拖沓左支右绌，是才能魄力之不足，更何况丞相、王相主持中书日短，国事全局看得不透彻。赈灾又使不动层层官吏，如此局面，并非意外。看得透全局，使得动层层官吏的，被诸多直臣前赴后继弹劾了几年，把持朝政，任人唯亲，一手遮天。刚刚被赶出梁府，贬黜出京。如今王随、陈尧佐无能，王曾、吕夷简同时出京，年事已高。范仲淹虽为清流领袖，但是亦非宰执之才呀。臣斗胆，求官家赐臣几个字。先生但说，写什么字？过犹不及。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，庙堂之上，不闻长才远略，徒有严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，一窍中外，方天地有大灾变。陛下择公访道之际，不思抗章隐蔽而不朝君父，伏及于中书事事，饮酌亲旧，怡然此举。指挥，写的精辟。陛下用辅臣如此，不为使四方观望，进城迟慢之风，必恐万夷闻之，亦有轻视中国之意。唉，虽实情如此，然而若罢除了如今宰执，谁又堪当此任呢？这天灾频至，外患将起之时，能镇得住此局面的，只有一人。我岳丈。燕忠诚自当得起梁府职分，恐怕迟早也会统领梁府，亦是官家心中第一人选。只是今日之局，怕还差了些呀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孝者不及也。诚如孔圣人所言呐，有人过之，有人不及。范仲淹等心无私而怀天下，却终止耿介太过；而夏怂等却又不及。吕夷简睿智，处事圆熟老辣，却霸道心机太过；而陈尧佐等人又不及。却也可说，吕夷简之卓绝正见，手段魄力；夏怂长修善舞，成事之能；范仲淹浩然正气，不为外物所动的赤子之心；更不用说韩琦洞悉人心的智慧，复辟权衡利弊的周全，苏舜钦、欧阳修、蔡襄的才华。官家的朝堂，人才济济，臣只见勃勃之生机呀。先生一说，倒确实如此。为人臣，各有所长，亦有所短。
或过，或不及。然而，因时就势，选人任用，甚至裁长补短之权，始终在官家手里。吕夷简，我们费尽心力才将吕夷简。姊妹，我们为何费尽心力弹劾吕夷简？他用人为亲，打压异己，以朝廷公器见私恩，为己网罗党羽，独断朝政，一手遮天呐！所谓用人为亲，打压异己，若说志相同者为亲，志不同者为义，那么谁为在之，也难免这八字。而吕相在日，我等真正深忧的，是独断朝政，一手遮天，臣强君弱而已。一道贬黜的诏书，他便也就离了中书，出了京城。这足以证明他并未能遮天。以前众官弹劾，他却屹立不倒，只是因为官家不想动，而非官家不敢动，不能动。哎呀，哎，急什么？还早，再躺会儿。我们家那醋坛子肯定不会摸到这儿来的。你怕你们家醋坛子，我可不怕。只是碧寒那小妮子，最近得盯得紧点儿。她是动了真心的，胆子又大，别到时候给我捅出什么篓子来。那一位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，什么珍宝拿不出、取不到啊！就因为是真心真情，要不是这些，就是天女下凡也算不得什么。这个坠子治这一般，是因为那时候穷。之后我送你多少好的，你也忒小心了，还怕人识货瞧出来不成？人人都说中宫柔顺，我瞧着，他可真不是什么软弱的人。倒是碧寒，天天没心没肺的。可巧几年前遇上了他，竟心心念念的要找他，如今更是一门心思，只知道喜欢二字，没有半点筹谋。取的就是一个愣字。论聪明讲才华，除了县太后，谁能及得上曹丹书啊？如今在后宫之中，别说嫔御，就连内侍、都知，俱都宾服于中宫。还不止这些，县太后可没有个开国勋臣的爷爷，谥号武穆的四伯，还有位被天下士人奉为精神领袖的授业恩师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那愣丫头连半点希望都没了。这天下间最不能用才智定夺的，便是男女之爱、夫妻之情了。官家的心思，谁又能够知道？吕范相争多年，范仲淹似乎占尽了忠义，可是3进3出京师。吕夷简似乎屹立不倒，没想到让一个酒楼的跑堂小子弄得灰头土脸。世事变幻之术，谁能够估测呀？我们也只不过是帮你的干女儿一把，替她全了心愿而已。谢谢夏爷的善心好意。那我走了。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杨怀民是信得过的人。嗯。这雨下的，人心烦，身上也冷。今日约了文彦博与清风楼的老板娘有正经事谈，正好一起去喝杯温热的羊羔酒，暖和暖和。这孩子这一手字，之前定是读过书的，更难得是小小年纪有如此的定理气度，不知是家道中落屠刀巨变，还是因家人获罪，可惜了。韩四剑，小人抄好了。你字写的不错，也能专心，性子我也喜欢。明日我去和任督之说，把你调到御书院来，做些文字的差事。虽比洒扫杂役清静，但平时也要多读书，并不清闲。你可愿意？小人但凭任督之指派。心扫百媚，临行抽尽烈真意，尊前只空上郎意，恶泪汪汪不断垂。真日无心扫百媚，临行抽剑离正义，尊前只空上郎意，恶泪汪汪不断垂，不得不知郎多年前，我头次听人唱这首《鹧鸪天》，大为惊艳。这不如饮待奴先醉，徒得不知郎去时，宁醉不醒。不敢亲眼看着情人走远，离去，无可奈何，以致自欺欺人，真是柔肠百转，把不忍别离写到了骨子里去。
这夏总啊，确实有才。少年时的诗词赋呢，多有精品，尤其是写无奈别情的，颇为动人心肠啊。可惜啊，我终于入朝为官，一见其人，哼，竟是个谄媚权相，敛财好色的胖子。哪里人人都如我们小苏，人如其文的风流倜傥。10余年前第一次见你，那时我还未亲政，你也还是不疑少年。那时你便对我侃侃而谈：农固国，商富国。若将农耕、矿石、机械之技，比作蕴藏丰饶的湖泊大山，商业便是勾连贯通湖泊大山的河川道路，使此湖之鱼遇彼湖之水草，使彼山之树种得此山之土壤，才使得万物衍生更为繁盛。微臣惶恐，少年狂言，贻笑大方。那如今呢？臣仍坚信，无商则不得交汇融合，便不得繁盛之极致。你胸中抱负筹谋，所想之事，所行之事，朕明白。朕也在看，也在想。祖宗之法，其精髓便在立国爱民4字上。若真合了这4字，土地是多种桑还是多种麻，朝廷是一商还是重商，都因时而定。但能立国爱民，万法皆是祖宗之法。臣得逢陛下，此生无憾也。但任何法度，都要在天时地利人和时行之，方能顺天应时，众志成城，才可成事。朕继位于16载，所悟最多的，便是耐心2字。至归天纵聪明，少年成才，见识才能无不过于常人多矣。若是能借急躁，朕便真多了栋梁砥柱了。志贵，3日前，你的成璧之任未得亲人奏递上去，官家昨日批了，早朝廷议，那么便是今日了。一份奏章谈何4项，你这比翻戏文还有犀利啊！不知今日大殿之上究竟是何等场面啊？只要官家不将我当堂拉出去投入大牢，横竖我是不会撞住明智的。我说了便说了，听不听却在官家。最服气你这份淡定。应中淡定，投入大牢估计不会，贬官出京很有可能。若如此，还劳烦携衣车酒送行啊！你啊你！姑娘，要不叫太医来看看吧？就是受了风寒，前几日地震，又连日暴雨，担心哪里出了漏子，没睡好。我自己写了安神化痰的方子，配在膳食里，过几日便好了。你又不是不知，我自小习武，底子好，便没有去看太医。姑娘这么好的身子都给累病了，你说官家他……你们有你们的差事，而我的差事就是照顾后宫，这有什么好抱怨的？
我不过就是照顾后宫，而官家操劳的更多。这几日怕是都没有合眼。这倒是，官家这几日日日看奏章，看到3更、4更便起来了。虽然没来坤宁殿，但是哪个娘子也没召唤，当然也没再召见那个跳舞的丫头。是谁教你去嚼舌头爬墙根的？是料子教给你的，还是你教给料子的？我就是看姑娘最近已经累病了，官家都没有来，我才。第一，你以后不要再用旧时曹府称呼。坤宁殿旁人怎么称呼我，你便怎么称呼。你面前的是大宋皇后，不再是曹家姑娘。第二，你去反省一段时间，不许出坤宁殿，也不必服侍我，不必做任何事情，便抄写《女论语》，学礼一章就是。是。韩思剑，韩思剑，韩思剑，韩思剑一片奏章，连斥中书4项庸碌无所为，石破天惊啊！竟是4项，或请辞，或贬黜出京，偏只落去4载之，必可载入史册的呀。在下与王相等绝无私怨，不过是治朝廷俸禄、忧朝廷事而已。所奏之事也不过一家之言，总是由官家定夺。前几日我得了几片残简，上面有几个字，我遍查古书，折磨得我都快魔障了，可是还是没有。哎，韩思剑，韩思剑。我原本以为今日的廷议将会是如何剑拔弩张的场面，甚至觉得不变上几个时辰，不到天黑是退不了朝的。谁知昨日竟就罢了4项，且下诏免今日早朝。今早的廷议只不过是让群臣借前车之鉴，且议罢相之后的内事外事细则而已。王相、丞相都已是高龄，且无大过，才能不足为相而已。官家又怎能当真忍心让他们在后辈面前尴尬失措？君子和而不同，俱为国事，争辩起来，即亦失了礼数，失之刻薄。若成风气，倒失了体面，这自然是官家不愿见到的。钟贵人可是带来旨意？只有口谕。哦，官家言道，丞相公一贯为官清正，不畏权贵，且做地方官时对水利极有建树，防钱塘潮堵黄河决口，筑堤直柳防洪，造福生民无数，不可谓功德不大，绝不能以庸定论。丞相不是为相。但在吕王2相离京、中书缺空之际，丞相以高龄担中书之分，也曾鞠躬尽瘁。韩思剑的奏章只是就事论事，并无对丞相等攻击之意。官家请丞相万勿介怀。老臣没有办好差事，罢黜是该当的。官家竟之前钟贵人开解老臣，官家仁厚至此啊！老臣也只有在郑州竭尽绵薄之力，厚待百姓，以报
君恩呐。